衣柜，只求烟斗听动寡妇，三恶之各位，守护八万之家将士，寡妇家庭啊！只罪我哭中之功。安东在前面为客栈，用钱往来飞。公主到啊！将军前来，请前来。来喽！我来了！我来了，跳来，跳！公主跳！安东吩咐将家上下表，一律参飞。喂，将主啊，我们公主已经交代啊，我唔差点，今天看到我就参下了，我们怎么挂了啊？好，我来看你。阿哥看，我今酒店太阳够水，啊，唔知你个点正，这后天气飞，后拖较早诶，后天气牛诶，啊，大项都顾你点。大项都。好，我们讲一段武打马心，当然有事。我们讲一段五彩超人，好人，那么个讲一段清炖金鱼吧，来。嘿，官，你这唔知做项，我总嘛无。将家，你唔是讲你什么拢有放屁？将家，你这个款式无简单的饭菜，混食了也要赶路啊！好，我来看啊！又来喽！又来喽！好嘅，你来呀，阿爹人要死呀！来啊！你是无听来你讲，讲到要死啊咧！讲得死啊！是个犯人。犯人？你这点做真太水！我公主来靠你个将来，你有好在什么犯人啊？犯人！哦，主席啊！哎呀，公主啊，这个将主辛苦哦，这旁菜银旁，好在什么犯人啊？高有公主哦！哎呀，听看你有所不知，真少人点钟，真你来了一个老公车，改一个女官。哎呀，我不行出路。真正重视，啊，规日安尼齐齐靠靠，古是真是什么缘故？拄则分去啊，所以我想去看卖，服师我知道，嘿，我一直原谅啊！你可在春环地境之水，何方面是还了无罪啊？我这个听讲啊是枪鼓温柔，出的我拢唔知咧。哦，你去叫公车的啦。公司去改正没有未得来。那你就问这主管。好，我来问。参啊！哇，这个路啊，问题怎么救回去啊？哦，记住处，杨家。但系主管奉气了，你是对公，别思考。有何万岁，可告我父亲所言。好，我来看看。不用了。安东，后见有礼，用马一定无。无这样唔念哦，你若无听可。应该是。我，如果是你该去讲。你敢知影我公主是谁？杜飞龙，天才百灵。哼。
讲什么周俊明亲切待人啊？是一个大好人啊！人在哪里呀？拄起来我家啉酒啊！这酒行啦，我过去对啦！人伊啊，买对安尼一个数。唔该，我在那去啊！你这个退掉嘞？退袂掉啦！袂掉啦！啊，这就厉害啦！难怪嘞，小哥啊，你唔知这其中的内情啊！
就这两好办法，你讲办法，你就会享受两岁现代志，重要听，你就得重要名家去咯，你就提重要画卡人，你就出卡手，那就先上出，你就先画手，是无？你哪会知呀？高老仔，我们上天。哎呀，这寡人啊，多大几多东西呢？我就挂心焦，甲所有代志拢做我老爷较袂讨体听。公主啊，代志差你啦，咱老爷去养死我小姐出身贫寒，然后这老人进上，你出